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哪有？好容易，做不来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米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属。当机伫咱台湾民间信仰内面是扮演神明代言人的角色，亲像即阵各政府机关也是大间公司的发言人。想要接这块，要有相当的条件，上起码若无下神明的言是无在条做的。今仔日旁的故事，咱要来讲一段庙林的神明安怎来竞选当机的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台面人的参政人气技术，祖师爷掠当机。为了找找写作的题材，专工去云林海口佚佗几落工。听讲伊附近古早就是真善食的地头。阮故乡有一句哈查某囡仔的话，讲：若无乖，后摆大汉甲你嫁去海口食番薯。听到这句话，罕有人唔惊的。哪知这款送乡的所在，煞有真济大金庙。凡世全台湾庙史密度上悬的，就是这棵位啊。逐间拢水阁气派，看起来都是真好野的庙。宗教心理学检查有合理的解说，不过这篇不是要讨论庙的代志的。伫我去参观一间庙的时阵，拄好有当机的聚会，我唔知影咱台湾有遐尼济当机。规定当机拢用武器咧扑家己的脚趾片。有的用七星剑，有的用有刺的溜星球，扑甲流血。毋过，因敢若拢毋知通疼。嘛有查某当机，共款哪着哪扑，表现无输查甫的。这款现象我实在袂晓解说，敢若感觉不知啊残忍。莫怪阿文哥，我会互因某骗啊去做当机。我做囡仔的时代，阮庄里无庙，连土地公庙啊，都只一间仔囝尔。庄内无人咧做当机，颠倒是平埔留落来的红姨，人较知影。一直到迄间土地公庙啊，换做祖师庙了后，庙里有跋杯选出头家、炉主，才有欠当机。本地。我是讲，当机是拜师傅学功夫安尼，3年6个月出师产生的。尾也才知影，当机免学是神经的，毋是凊彩人讲要做就会使一个。深起头是先对隔壁庄牛寮仔庙借一个当机来，应付日常信徒关系、问神这款哩哩扣扣的代志。后来对方偏讲：恁嘛袂当一直拢靠我，我会当去做半当。半当后，恁庄就要有家己的当机。庄人四界探听看，谁适合做当机的候选人。
较有可能的拢叫来庙前开始观神。咱即间祖师庙一直靠别种的当机，嘛毋是办法，总是要有家己的正算正办。做炉主的小弟啊讲，在座各位拢是理想的人选，今仔日咱就请祖师爷裁决，请一个下义的机身来替咱做服务。无偌久，治疗城啊起潮。治疗城啊，咧着啊！紧嘞！点香跋杯，小弟啊紧看庙公青衣啊，传3张香点好势，通互城啊搬看有杯无？哇！头尾的2个上杯黄天，分明是祖师起爱笑。青衣啊笑讲，一定是咧笑成啊，药箱啊毋歹要做当机，动机无纯，确实毋是当机的人选呐。祖师庙拄起好无偌久，想讲庙内加减有金身挂金牌，互人添油香的钱箱啊，无人顾袂使。规整敢若青衣啊是罗汉脚，无田无园，靠做官散工啊过日。本地有机会做里长伯啊，哪知家己票转了毋对去，落选，拄好是做庙公上好的卡潲。大概是香烟下久，摇杆铃声，无定无甜，煞嘛起重。喂，我青衣啊，咧着啦！青衣啊，你紧跋杯。小弟啊，紧叫伊跋杯，看祖师爷有欢喜掠伊做当机无？上杯啊！头杯就一笑一口，明明是上杯无毋对，第2杯半落。后杯，我看是祖师靠青衣啊，毋专心做庙公，想要搁兼当机哦。庙林的头家炉主为当机的人选开会几摆，本地用啊是适当的当机，真拍算。去年因某做人爷阿将为业务上好，煞搬去家人。阿乐啊嘛有理想，毋过伊自娶某后，就归去落教信耶稣喊阿门啊。这时有人风声讲：听讲阿文哥因某品啊，嘛有起重呢。你听谁讲的？都品啊，因大家讲的啊。因大家讲的。嘿啊，讲顶日啊品啊，伫园林咧饲鸡仔草，雪喙林细细念，身躯开始摇呢。刷落去，手剩2支枕头啊，伫面头前，花搁错，真正起重啊！阿文哥因伊啊伫边仔咧压水，看到才喊出来的。阿文哥是阮庄人头一个甲人离缘的，伊人生做善搁无板，歹交歹交。本地带着准了头人，婚仔社的水查某囝连治，哪知带过外月，连新娘啊都无吸到，就离缘啊！阿文哥因阿姨甲阿爸是袂有啥怨叹，原本是想讲，这个新妇的后头厝是大富户，嫁妆定着惊人。自动甲2红公婆啊大的正身让出来，互因做新娘房。哪知煞干那嫁一台连治家己咧徛的红铁马仔尔。爸母心肝内有寡毋愿，搁下到的第4囝，有话无地讲。未受婚仔社互因几分地离缘。阿文哥有这个土地了后，行情较浮，才会当带着这个阿品啊做某。小弟啊，听人讲品啊会起重夜机，随着总去田头园啊找伊。品啊，你紧来祖师庙跋杯，通互祖师竞选做当机。即马我还咧无闲呢。阿文哥因伊啊是虔诚的信徒，听老祖安尼讲，叫新妇膝头请放一个，讲庙的代志较要紧啊，你紧去啦。青衣啊一把清香传便便咧等，看到品啊来到地，紧甲香点落倒。直下先问品啊一寡基本资料，了后叫伊跪伫祖师爷面前，
替伊下讲。地主吕将是在庄庄阿文的家后，后头厝伫青埔仔，本姓是张，名叫先品。过来得位啊庄年半，改名庄张先品。今年咱人23岁，还未有后生查某囝，身世清白，要来互祖师爷采用。若有斗祖师爷的意，请用上杯指示。片啊跪伫土骹，上杯提悬，才个个拨落，拄好一阳一阴，正正是搬着上杯。老祖直啊，甲一对上杯扣碗合齐，向祖师一拜，搁下讲：祖师爷在上，若有介意庄张先品女将做你驾前当机，请再饮一杯。片啊接过手，提悬盘往涂骹，搁是一笑一口，明明搁搬着一杯。老祖扣齐，搁再一遍下讲：女将地主张氏先品，嫁本庄的庄阿文为妻。若是祖师爷要掠伊做当机，请祖师爷再饮一杯。片啊肃静跪伫涂骹，互老祖发落，无讲一句话，只是接过上杯，双手合齐，成捆跋杯。搁是一杯黄天，一杯磕地，连续3摆上杯。这声无叮当，祖师爷点名爱品啊做当机。雄雄庙公青衣啊，伫边仔喊讲：发落啊，发落啊！直啊甲阿品额头一个看，香炉一把香所导火。这是发落啊！本地迄香是点倒了后，甲火会花，剩香头一点火光红红，这时哪会火搁倒起来？倘是祖师爷咧欢喜找到适当的当机啊！迄天阿文哥去农会领肥料，深转来到庄林，就当着头家啊欠啊，甲伊恭喜讲：阿文，恭喜恭喜！恁某互祖师爷出去做当机，是本庄祖师庙头一任的呢。阮某要做当机，我太拢毋知。阿文哥讲厝了后，问片啊代志的经过，片啊戇神戇神，敢若精神无啥正常，讲无啥有理路来。因伊啊伫边仔斗补充，才知影即个某有祖师缘。我听庙公讲，迄天品啊对爹啊去庙林，甲祖师爷跋杯，若少连续3个上杯，连香嘛都会发落呢。祖师爷欢喜品啊做机身啦。伊活的先去田头圳沟边坐一困，转来拄好品啊暗顿煮食，等品啊甲打干打鸡红菜，甲家己的番薯签饭底好势。规家坐定，阿文哥讲一句：品啊，你袂使去做当机。话讲了，就点点茶饭，规家伙啊无讲无答。啥？阿文毋互品啊做当机？阿文哥无要互因某做当机，这是大代志。当机是神职。虽然无月级通领，总是若有信徒来跋杯、抽签、问神，拢着当机做人甲神的中人，加减拢会包括意思。真侪人咧笑想即块，确实祖师爷拢看袂上目。庙公青衣啊讲，无简单品啊，才阮着3杯，佮发香炉，表示祖师爷真介意。哪知有亲像阿文即款人，敢逆神逆天，有够好胆的。祖师庙的头人，一个老祖，4个头家，拢是庄内信徒跋杯出来，随召开临时会议。老祖晓得甲主持，4个头家是金啊、义啊、青啊、甲阿星。无彩咧欢喜掠着当机啊！担一声苦啊！要搁找一个互祖师爷介意的，是真恶呢。青啊，因某伫边仔咧甲饲母饲出，得啊知影即个查某是家人较早咧卖种粿的，细面较捌。专工问讲，有啥意见？准你讲。我晓阿文哥的心思。哦，
伊自互连治2年了后，惊即个某阁会出声空啊芳，逐项惊。若毋是有一寡好条件应伊，恐惊伊袂答应。小迪啊，本地甲阿文哥感情毋是真好，伊是小牛哪死命咧。毋过，即个阿文哥较早无得到婚仔社的几分地的时阵，是靠一只牛四界咧甲人拖载物件，牛若行较袂去，顶条就摔落，要互小迪啊甲伊骂过。你安尼卡袂着就甲摔，敢袂伤残忍？你敢袂使好咧啊甲讲？当你是咧笑也是咧哭，我若讲你会行，哪有需要用术的？若毋是确实祖师爷的意思，迪啊嘛无爱互阿文因某做当机。阿星讲，这是公司私人的文员，爱先放一边。对啦，迪啊，你做老主的，该当去探看啥款条件，阿文哥才肯互因某出来做当机。好啦，我来去问阿文啦。迪啊到这个坎站，无去找阿文也无法度，去横林挽2粒金瓜做伴手。到位的时，阿文都要出门也肥了。歹势，我咧无闲。迪啊甲金瓜放伫厅头，点点对阿文过行。到田林，自动偷一个肥料，甲阿文一人压一头，对早起压到倒，拢无讲甲一句啥。规骨田肥料落了，嘛是点点转来。迄天食暗的时，阿文哥问伊某讲：“你敢要做当机？”片仔头咧咧，顾食饭，目睭神随随，无应话。因爸母知阿文的性，嘛点指指。牛寮仔庙迄个当机半年过都无过来，阿文哥带片仔来到祖师爷的面头前，甲老主定啊讲：“当机来啊！”今仔日的广播剧《祖师爷掠当机》是由陈明仁原作，大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老主小迪啊，客家员演出；庙公青衣啊，甲白庄的当机王家仁演出；阿文哥关开音演出；片啊，还佫有青阿因某牛卡玲演出；起码甲阿星大江书演出。阿文的老母还佫有庄民洪昭文演出。暖暖站门口。今仔日要来教民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丹路，还佫有慧玲。所以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盘因头这篇故事的感想，以及民人生的回应。在
大家平安，我是威廉，住伫德国。最近开始来学台语，感觉足趣味的。我看这篇吼，我是感觉表面是咧讲在找当机的这个三星的这个故事，但是呢，咱会使看到讲，咱台湾伊实在是要讲的是咱安怎回息的一种文化啦。这个文化吼，我真是毋知呢。才看故事才知影，咱是遮尔啊水的一种文化。当然咧，咱拢袂用嘴讲啦。若是讲外国文化就真清楚啊。咱若讲要共回息的，当然就是用讲歹势啦，就共回息的啊，吼行一个礼安尼。但是咱台湾即个传统的文化吼，就是。现在看这有咯，就是讲，咱袂用嘴去讲，咱会用咱的行动来表现。比如讲，这个迪啊，伊就是要甲这个阿文啊来回息的，伊就家己产呢去办伊家己的金龟，甲找甲文啊这个因兜的听头，文啊，比如讲伊要去做田啊，伊就缀伊去，吼，到田里遐甲伊偷这野的迄肥料，对于早起甲伊做甲中昼安尼。这是真大的礼呢。总共若要讲回息的来讲，咱就知影讲这实在是买有了家己的真多时间啊，什么，但是这就是真无共款真水的文化伫遮，我会感想是安尼。对啦，做这篇主题是台湾人安怎讲回息的啦，毋是干那话水花尔啦，这是主题就无毋对啦。因为我这篇是用真济进前的人嘛。主角是这个阿文哥嘛，对无？阿文哥甲因某嘛小弟啊，就较早就拢较早出来的人嘛，真正有出来的人。但是讲台湾人安怎共回息的，这是真重要。这我是一个基督徒要写这嘛是有chút困难啦。当然，这是即马台湾真害呢，台湾即马像当机有无？真侪人拢叫怀疑讲激动呢，真侪人啦。当机毋讲激动安尼嘛有，我听过是真侪台湾人安尼讲呢。其实这边我有真侪功夫啦，亲像讲伊咧跋杯要安尼讲有诶无诶迄拢是重点啦。重点都在讲当时拄在威廉讲诶，就是安怎回息咧台湾人，安怎先困咧回息咧安尼啦。大平安，我是老台语叙述台语社诶作词人阿关。这个故事到落尾，互我真感动吼！我想到一寡经验啦，就是毋知影自当时开始台湾的流行教囡仔讲你若甲人有冲突因就爱去问出是谁先的啦，先动拍的啦，先动手的，先骂歹喙的啦佮教囡仔讲爱有人学用喙去来因回息的，就是像阿玲较早讲的这。古早人诶智慧甲文化，敢若都无去啊我就想着讲，那即马咧教囡仔，其实就是较细汉诶囡仔，其实你看因酸酸弯弯，酸酸个弯弯诶，伊为虾米无敢若个愈大汉就愈去大人教做？你爱顾喙回息咧，爱擦出迄个像是原本诶香手迄种感觉。所以我感觉这篇应该爱大伊改编做。囡仔册像绘本安尼，会使诚做囡仔的情绪教育还是讲人际关系教育，这是真好的教材。好，多谢。大平安，我是陈路，我嘛是一个即马有咧做台文事工的，像阿关讲的做田人、做事人。这篇文章互我印象中上深的所在，就是上尾迄几趴，就是迄个德啊去找阿文哥回息的即趴。互我想着讲，其实以前咱拢就接讲诶，日本人就搞咧说咩咩角角就古摸。毋过其实我落尾就想起讲，其实因迄是伊有一层一层道理啦，就是讲有真侪代志毋是。讲话就准煞，还是讲回一个系列讲一句话就准煞。这其实阮阿公阿嬷迄言也阁有即款的关系。日本人迄种物件真正足歹说明。毋过即阵即几档有开始有人咧用一个较新的名词去解说，叫做读空气，读迄个空气，读迄个人甲人中间迄个空气去阅读。
去知影讲哦要安怎反应，就是这真趣味。其实迄是就是讲人咧生存的时阵，你爱足敏感去感受着讲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职业，或是讲你的角色，伫迄个环境情境下底，你会当做到偌济你袂当做超过你爱知影根本的理路是你爱自知甲自觉，我感觉这是上要紧，就是大家情境内底，大家状况内底，你爱知影家己是啥物角色，嘿。你上侪做到倒位你爱安怎去反应？我感觉这是一个现代足欠缺的一种，我感觉是一种家己修炼啦。我家己嘛做到足歹个，就袂晓看这。阮母定讲我白目。这篇互我就是会去想到即件代志，会较侪去思考讲我家己就是生活当中平常时敢有做较到。大家好，我是住伫台北的慧玲。伫咱台湾各地头庙司是甲大家一做伙中心这篇共款为着这祖师爷要掠当机咱各篇的主角真侪拢来遮报道所以有这小弟做炉主头家是钦青成来引头路。甲连伫无翁某缘迄个阿文即届就真正娶某所以就足侪人真闹热我感觉讲即篇若是放伫旁迄个故事上尾，应该是袂歹会使互咱读者甲各篇故事的人物搁丢一个就亲像讲咧学生读册爱有迄总复习共款伫即个故事。人生就写这庙的代志安怎决定是啥人来注意这个炉主甲头家因是经过跋杯出来的，就是讲因是神明决定的青衣做庙公伊毋是跋杯来的但是因为伊无头路的人就来互伊告庙即款管理的方式甲即马真济庙就无共款，尤其是即马大庙咱政府就鼓励这庙司的制度爱改做财团法人庙的代志就变做是这庙的董事会在决定，尤其是这董事长还是讲这总干事在发落即马这乡会王的庙家己会使扣现金家己有财源就毋免靠迄炉主头家所以即马大庙的庙讲有权有势就甲青衣无共款好，多谢。慧玲我先讲一下较实有影啦庙讲一个顾庙的啦即摆庙拢财源拢足好的，庙就拢咧处理的啦，哪有即个代志即摆凡是较细间的建庙也是安尼啦，即较草地较细间的建庙啦，也是安尼啦，即个规矩也是共款。我毋是真了解啦，我咧摇啦较真较草地的建庙拢是安尼啦。还有迄个日本人迄种读空气啦，迄个我甲你讲台湾人我即马感觉台湾人上罕的就是啥啦，袂晓防学老，甲袂晓回失礼啦。我若讲你来恁兜食饭安尼食好食，你还咬，就讲无啦，我的身材猪猪的尔。我在甲你学老，你怎讲？讲哪有？不会啦，哪回失礼？好啦，算了，错了啦，这根本就回失礼。照讲你若我甲你学老，你慧玲你遮水，你讲我真欢喜你学老，毋则对，敢毋是安尼？无啦，安尼叫做袂晓学老啦。我真欢喜你学老我你还搞无啦，无影，袂想讲你共自己人，你讲袂出哩。回事了，算我毋对啦，算我错了啦。日本人足简单是这个 master 就表示讲我真诚意我毋对安尼，毋是啦，你毋对，搁你讲好啦，真委屈安尼啦，我怎么做害的啦？甲即马嘛安尼可能是西南人带来的款啦，我毋知啦，我无身躯咧讲毋对啦。我从日本人囡仔安怎处理者无？日本囡仔因若甲啥物安怎因就好，你拍就互去拍，我下边安怎囡仔小拍别安怎？大家袂较有哦，互去拍，拍两个囡仔，咱咧哭，就好啦。日本人是安尼拍了两个囡仔就咱咧哭
日本人解决因的纷争啊，回事嘞，好是安尼。好，感谢明仁先。接下来是咱问问题的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明仁先的问题。我是要问讲，是安怎大部分的动机拢是查甫的较济，啊，这篇哪会要用查某的来做动机？敢是简单就是神明安尼来指定的？我头前就开始就讲啊，我去婚姻看迄个哦，查某动机嘛真济呢，动机无分查甫查某呢，迄是你的印象。啊，基本上经庙内面动机查某嘛真济，我要刷迄个嘛，迄扑到老虎地，我看毋知安怎来，我即摆也毋知。是查某会做仙姑，还是拢会做动机？无，嘛是动机，仙姑是迄是社会是对一个社会一个称呼啦，迄毋是正式的名称啦。按这比例来讲是，拢差不多，一半一半，还是查甫的较济。无啦，不一定啦，男性较济无毋对啦，啊，女性嘛无少啦。啊，即摆搁要第二个问题是要问讲，迄个你即篇写的是查甫甲查甫之间因会识的方式是，我的印象是感觉嘛是较避暑，所以拢无咧讲话嘛，用行动来表现。啊，若查某的因若互相若要会识的，毋知你会用啥物方式来想象因安怎来表示因会识的方式？啊，都去走开来，到做工课啊。所以嘛是袂用讲的，就是啊，嘛是。对啊，去走开来，到做工课啊。方式，对啊，好了解。好，来平安吼，就是这篇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阿仁。第一个就是讲，咱故事内底有写到，四位庙的头人吼，因咧论讲要安怎，去甲阿文哥谈讲是啥物条件，伊才要互因某来做动机。啊，伊内底有讲到讲公事，这是公事啊，做动机是公事啊，袂使甲伊私人的代志，就是男做伙讲。啊，想要问的就是，即种用众人的代志去要求个人来改变，就是即种状况，甲所谓的咱即马讲的自由意志，敢有冲突？这是第一个，就是阿玲的想法想要知影。第二个就是讲，故事的煞尾，迄个阿文哥带因某去做动机，迄种心情，就是讲，敢会当讲啊较济，互阮知影者，就是阿玲你的想法。你讲到这个问题真好，这个要处理代志就是吼，甲人大家拢心内笑开，无啥问题啊。但是这是咱讲是咱大家的代志嘛，你也个人的情绪放下嘛，对吧？吼，这是普通的道理啦，吼。但一般的人拢，台湾人去互国民党教讲去啦，讲我对事不对人呐，伊讲我对事不对人呐，我拢讲安尼啦。他有些对事不对人，那么对人不对事。这个人啊，对野送答嘛唔对，这个人对，迄种个骗人啊，他们我对事不对人，迄种骗人的啦。当然是对人啊，你若对人好，关人好，你就对你好啊。人性就是对人不对事，不是对事不对人呐、听到无？迄种咱是公平去啊。啊，伊就是讲你爱放下这过去的小小文化，像啊，因拢有抓杀嘛，啊，再放下安尼啦。哦，这是第一个吼。啊，第二个你讲啥？我袂记。第二个就是讲，故事上煞尾，迄个阿文哥带因某品啊去做动机。对，我想要听阿玲个，你敢有设想迄个阿文哥伊的心情？我就是要下伊个性啊，伊就本身动机来，本身讲伊欢喜啊啦。因为就接受伊会失礼啦。哦，所以伊甘愿。伊为了表示我接受迄个小姐来会失礼啦。我来就欢喜我动机来啦。结尾也真水啦，我结尾拢真水啦。ending 吼，写小说的 ending 足重要的。我也是想要问讲，为怎样这小弟去甲阿文斗做事，啊做一步，阿文迄心内角度都偷开啊！我讲这种抽象的，我也是无啥了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讲，这篇内面查某人的角色，
感觉真传统吼，甲别片差真济。亲像讲这片仔做当机，爱因翁同意，青仔因某有意见，青仔就讲有啥意见准你讲吼。青仔的某要表达意见，嘛是爱先有这青仔的同意。为怎样这片是安尼安排？第三个问题是讲，爬会故事才有36篇嘛，分做6集。读者咱若是照这6集的顺序，为第1集开始读，读到的时阵，毋知影讲迄先去排药箱清议选里长的代志，安尼看到感觉无啥，所以请教阿仁先，这36篇故事前后的顺序是安怎决定的？因为这个我的故事拢要有一个收啦，像我文学选嘛是油菜花是咧收啦。这嘛是咧甲一寡人物咯做一个啥？恁遐注意一下哦，主要的画面伫倒位？你食暗的时，问咧问伊某，要去做传记无？片头尾拢无久哦，真片头尾拢无久哦。你讲拄仔你讲传统的有因人迄有影啦，开玩笑就解释。毋过伊伫田里向用启动有哦，要一个启动，当然这是我想的，当然毋知是毋是安尼啦。但伊开始段就开始手开始画开始画，这我是看到的啦。我是咧塑造这个身品这个角色啦。我号名叫身品，这个就是我安排嘛，无叫身品其实身品是我较早阮罗水湾去陈水路迄内面一个，我嘛是讲为着较早阮伊迄边罗水迄边的代志我写这罗水湾这陈水路。正的主人家的查某囝啦，我伫遐都有熟识啦。了后我足久我离开我就拢无看着，因查某囡仔第三个查某囡仔叫身品我想讲好就来用安尼。好，上尾咱请明仁先生为咱做一个结论。我感谢大家一只，等于金作我作品个提出遮尔有真大的问题我上感谢是阿关啦。你也毋知影，我的时伊就开始伫迄落遮批去美术馆，尾我出一课上20几节了，我就无去尾美术馆转化你的批咧敢无问题？这无人知啦真讲上啥捌我文学是阿关啦我嘛真感谢阿林先，你无讲，我拢这边袂记啊。因为我想讲我较早拢说，即摆我拢是讲，我若要教有路用的人啦，就是讲对台湾这个台语文有帮助的人啦。教一般我听欢喜听，我较早伫李龙山做师培，我就拢是我社会听趣味迄款，我就无心体要教因啦。就是讲听对台语文化文学有要做代志啦，我才袂啦。我即摆变做有一个条件啦，因为我41岁我还佫浪费时间伫迄无路用的人先学真上啦。即个迄个台长互这个机会，互大家来念，我看真好啦。为着这嘛，较深入读，我听我讲无，甲你一般影过无共呢。你会当佫听我的声标节无？声标最重要。咱台语语言毋是干那讲你照顾讲台湾尔啦，这真是伤家啦。你讲德语、讲法语、讲英语、讲啥，嘛是迄语言的水平毋是伫遐啦。你做有量去德讲德语而且你听有，但是毋过你敢会当讲出德国人迄款感情？我毋知啦是讲这个大陆去德国的人，敢会当想讲德国人咧用德国较深情的感情讲出来，我毋知啦。我是咧讲这啦，这台语有几啊定个内涵甲迄个感情以前的语况拢无共这后代了解一下，毋是但是我会晓讲台语，安就好啊啦。一般人会使啦，咱袂使的。咱对台湾未来这建构去，有其他的人袂使安尼啊。若佫记录一个，即摆俄罗斯一个台湾讲华语为主，都讲安尼有啥物意义？这是我的感想多谢大家。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明仁先的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副教授丁凤珍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
比如这个祖师爷抓当机，看到当机，我特别有感情，因为阮老爸是当机，阮老爸是上帝讲的当机，阮阿姊嘛是当机哈，我有一个阿姊，阮另外一个阿姊因囝嘛是当机。我自细汉看当机大汉，我就是大家拢对台湾的当机真熟悉。这个因为阮老爸是阮整个大庙吼，30岁敬当机敬着的，伊是足虔诚的吼，伊讲有武技，用刷鱼剑武技，所以会当办音的。伊对伊当机的行业是真敬重的，所以互我对伊当机这个身份吼嘛是真尊敬。再来就是讲，这篇较特别的，就是讲伊内面的最后互这个庙里的祖师爷敬着的当机是一位女性。阮二姐吼，伊嘛是当机嘛，伊嘛是女性，所以这真特别哦。其实阿玲咧讲吼，伊嘛要写散文式的小说，因为阿玲本身就是诗人，所以其实阿玲吼，这个旁的故事内底有足多诗的迄种意境，诗的迄种 feel 啊吼。好比讲我先讲最后结后，咱会咧看时，咱会讲奇怪，咱会安尼雄阿文啊，就是这个互祖师爷敬做当机这个张品仙吼品啊。品啊，也无讲啥物话，干那伫遐点头吼。迄个阿文无搁加讲啥，了就带品啊去庙里讲当机来啊。我感觉这就是吼有诗的迄种韵律伫起内底，就是讲咱若加看几届，咱就会当体会讲，这篇内底有唱真侪人甲人互相依偎、互相相听的迄种感情伫迄个内底吼。也就是讲，曾阿文，伊最后尊重伊的牵手品啊，去做当机。伊有问品啊，想要做当机，无品啊点头。最后伊就本来反对，后来同意。伊反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阿文捌互离縁过。所以伊惊讲品啊，若去做当机伫外口，因为当机有足侪爱甲人计较神明啦、公众的代志，爱服务，所以伊惊品啊，是毋是会怎个害去用离缘，有这个危机啊吼。不过最后就是讲品啊，也无甲伊冤吼，品啊就是安尼有甲伊点头讲伊想要做当机最后。阿文就同意，我感觉这写了真水啊！吼，过来就是讲中间有一段，我感觉这个小德啊，就是这个老主啦，老主德啊，伊为着要劝阿文同意品啊去做当机，伊去到阿文因兜先灌2粒金龟，了后呢，阿文无爱插伊，就对阿文去看伊要去产年，就对去，了后两个就伫遐野肥了，伊也甲伊斗野，也无讲半句话。两个拢无讲话，伊就走我感觉这无啥会交流真水啊！就是讲，因为我装卡大汉的我会感受到这种，就是讲用行动的，毋是出嘴的安尼。过来就是讲，这内面我感觉是讲品啊品啊，虽然无讲啥毋过因翁阿文咧问伊讲，伊要做当机的时阵，伊是无伫遐丢度的啦伊就直接点头就是讲品啊，对家己的想法，伊也是真直接、真坚持，甲伊表达出来。只是讲，伊知影阿文有一寡顾虑，所以伊也无去甲伊冤，就等。所以我感觉这个等待等待这嘛是一种真水的意境。我认为阿玲这篇写了真水。暖暖赞文客，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山工无讲无答，下教的第4囝，这几句台语词甲俗谚语。节目上嚟期，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广册学会理事长徐凌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一间仔囝，这个什么囝，这个咱头的有一
真细意思。三丛香，这个丛本来是咧计算树仔的单位，它会变做三丛。第一炷香就是代表天，第二炷香代表地，第三炷香代表人，就是咧象征对天地万物的敬畏，甲对祖先的祭拜，祈求平安。做线工啊，我的语感毋是做线工啊，是做线工啊。这个线甲线无共，线就是南山的啊。我伫教育部咧开会时，就是在万能去教育书店咧开会时，我主张两个爱分开，两个音爱分开，就是讲台北桥头，我伫师大的时，来去台北桥头。台北桥头桥骹有真济线工啊，伫遐等人来叫去做工。线工甲线工当然是无共，线工是做工线，线工是南山的工课，迄颗麦稻啊，迄颗麦稻，稻精生。摕来做人的譬如足济，生长真歹看，讲做歹教，无讲无打，无讲无打，这个打老实讲，我毋知要安写，就是即摆写的代替字，就是口字边，搁一个弯等的等，意思就是讲不声不响。下到的第四囝，这个是有话无得讲。这首《故乡的田园》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罗马上》啊，欢迎准时收听。到阮故乡的田园。